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赐予阮祝福，互阮伫这个假期中间，做兄弟出外旅游度假放松心情。阮也有对外地来转来的兄弟亲人甲青年，求你也赐福因伫遮有美好的家庭的团圆甲生活。阮也要通过你的话来个彼此来学习，愿你赐阮祝福。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日姊妹，咱咧线接伫顶礼拜。咱做伙来思考安怎，甲圣经福音的真理来传予一个可能对教会无熟悉，或者是对真理无啥认捌。咱毋是讲将咱家己上爱上好的一个就讲互听，互伊感觉讲亲像咧疲劳轰炸吼，是讲安尼沙无，因为圣经的话虽然大家读会理解，毋过初步接触咱的。无顺序，无好势，所以咱伫顶礼拜有三个分享就是讲伫即个传扬真道，领人归主有一个逻辑，有一个引导，像一个轨道共款像一个火车路安尼慢慢一步一步，咱大概8个阶段，一个无道友也是未信者，伊欢喜听你讲，是因为伊对你讲的物件有好奇，还是讲想要找答案？安尼才会通将真理福音来真顺序来讲互咱的朋友甲亲人来听安尼。拄则咱有读2位的经节这2位的经节拢是真实的经节。一个是约翰福音1章的12节到14节，这是咧讲起着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道成肉体。这是对上帝生的，特别是讲，伊真做人踮伫咱的中间，咱的主耶稣充满着恩典甲真理，咱的主耶稣充满着恩典甲真理，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用这个真做一个咱中心的信仰，是像顶礼拜咱的经节所读的，除了主耶稣以外，无别的拯救留伫这个世界。因为咱有这个遐尼强的信念，才知影讲，若无靠耶稣，根本就是无机会来得救。所以我才会用尽办法，亲像保罗讲，我用尽各项的智慧，为着要带人来救群主。所以，当你有这个动机甲动力的时阵，你感觉甲人传福音，你就袂感觉讲真麻烦啦，真啰嗦啦，互人拒绝无民主啦。也是讲，因为你要讲福音，要讲信仰，你的朋友煞无啥要甲你做伙，伊惊了安尼，你家己疲劳轰炸。所以咱为着要互伊有一个搁较下的逻辑，互伊感觉讲，这个代志都毋是甲我无关系，我会好好来思考，安尼踏入去伫信仰的初步内底。那第2段就是咧讲起着讲，当人来有这个对上帝有这个好奇甲趣味，对真理有想要接触的时阵，咱爱报伊知影讲，因为咱这个听咱的主上帝，听世间人的主上帝，伊是永远对每一个人拢有听，而且求就要得到的。所以这段经文就是互一个初信也是无道友知影讲，咱的主应允，求会得到。吹会吹到，拍门会甲恁开，因为求的就得到，吹就吹到，拍门的就甲伊开，连续讲2遍。当然，咱若进一步咧解说这段经文，我想真侪兄弟会理解讲，毋是所有的咱这个社会所有的迄有求必应啦用钱去换这个生命的祝福，毋是啦，是因为咱该吹该求。主会应允咱，带咱头前的道路，互咱看出迄个未熟，咱会通跳出迄个条件，互咱看迄个看袂到的，迄个属灵的眼光，会通去找到真理。找到真理，你就无搁再有烦恼甲忧愁，无搁再有伫迄个看路甲忧伤。所以当咱用这个经文来甲这无道友分享的时阵，咱大概会当线接到这方面的这个顺序。咱顶礼拜有讲起到遮
咱大先下当对遮个无道友先点出讲，人人生真正的幸福是甚物？到底是咱看会到的财富、名声、地位呢？啊，得到了又阁是安怎？社会才会互人看作是迄个得胜主的，吼，也是讲遐个原来互人感觉讲真羡慕的人，到底因是毋是真正幸福？用即个人共同所伫学习啊，伫吹敲吹的幸福来做开始。发现讲有影，咱人是安怎？你财富到一个程度，你嘛是搁咧烦恼。啊，名声地位成做你一个头家甲束缚，有时咱袂当安心伫咱的生命的中间。你求这会失去迄，你敲找这项会袂记得迄项。事业拍拼的人、行通的人、家庭过袂好势，啊，这拢是人的有限。所以咱才点出讲，原来生命的真相，原来上帝要予咱的，毋是这，毋是即款的现状啦，是因为有魔鬼的溃力，有撒旦黑暗的势力，在甲咱抢夺咱生命的丰盛。了后，咱分享讲，主耶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伊主耶稣伊的救赎，伊的保护，十字架的溃力要帮助咱。然后煞接咱，才甲伊讲，毋是干那我那定，你嘛会。咱拢会当做伙来敲吹，甲咱的上帝有一个幸福的连线。幸福连线，咱通常会用讲迄个电话的即个譬如，有一个专线甲咱的主相结连。过来，毋那是你有一条专线甲听你的上帝相连，而且呢，是咱的上帝听你、亲近你，所以上帝会甲你拢问。上帝要主动要接触你，就像如当时伊来呼召亚伯拉罕，伊来呼召摩西，伊来呼召约瑟，伊来呼召大卫同款，毋是一个三天地外的主，是伊亲近你、听你，啊，伊要甲你拢问。然后咱分享到，当咱亲近主的时，咱原来迄个生命的真相，迄个黑暗的部分，毋是靠你家己。自修家己做个人的修养会当得到的，是靠着耶稣基督伫十字架的胜利。当人若将家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时，你就要得到透放甲自由。然后会当邀请咱的朋友讲：你若要得到这款真正生命的真道，要得到生命的自由甲透放，我欢迎你做伙来教会来对找。所以这是一个8阶段的逻辑就对了吼。啊，咱要简单来分享这几段中间内面的内容，要安怎互咱做一个较有一个主题的讲述啦。头一个是安怎要甲真幸福来连线，啊，这是为着讲互无道友听，互伊这个话听了感觉讲会让理解。啊，事实就是咱在讲的祈祷啦。啊，你甲伊讲祈祷，伊就听无吼。啊，像讲伊去拜拜迄种感觉，毋是，是互伊知影讲，一般咱会当甲听咱的主祈祷，毋免走去到庙里，毋免走去到倒一个神明面前。他大先介绍讲，世间人是安怎对偶像的追求，第一拢通常是出自家己满足家己的需要，啊，要找即个偶像拢用灵媒，吼，就是遐个动机倒头，啊，若无就是跋杯。啊！咧将家己的命运交互迄个邪灵的控制。当你对伊有所求的时阵，伊换对你有所束缚。啊，人世间人就是伫即个束缚的内面在循环啦。啊，到最后有时钱嘛了，啊健康嘛了，或者是家己的人生嘛对遐受影响。所以后果是真严重的。所以。伫咱诶人生诶日子中间，有真侪人因为去接触到即款邪灵，接触即款诶偶像，常常用即个方式要来对找。会记哩，咱诶即个幸福小组伫分享诶中间，会去有一段短影片吼，啊就是有一个较早是一个安尼
真后拜啊，做庙呢的迄个主委的一个兄弟，伊信耶稣了，伊的感受，伊感觉着讲，要去拜这个偶像，就搁用金钱甲伊拜，用这所有的祭米来甲拜，啊，好像像一个乌西共款嘛。安尼即款的是叫神明听你的话，安尼即款的信仰敢对？啊，所以伊慢慢伊家己清醒，伊讲是安那较早吼，啊，我来遐戆吼，啊拜甲啊，佫招人来拜，啊，伊清醒了讲，啊，我若要求一个上好的，就拜迄个上大尾的就对了，啊，用迄个乡土的话，意思讲，若要就是敬拜一位天地万物的主上帝。啊，所以当讲即个时阵，咱有真侪的事例，也是咱亲人朋友中间所经历到的，啊，咱看见迄款的困扰，煞无拜无代志，啊，愈拜啊愈花，愈拜愈侪的即个ทัก安尼。然后咱才介绍讲好，那安尼上帝会接我的电话无？就是讲上帝会接听咱的祈祷无？讲啊，实在是找遐侪世间世甲逐位拢说，到尾无拍算讲，原来你敢若开喙甲主求就得着。啊，所以咱会通介绍讲，咱基督徒安怎伫生命中间通过祈祷有主的同在。第一项是上帝要垂听伊儿女的祈祷，这是上帝亲自的应允。第二，也要垂听求伊的祈祷，对伊恳求。第三是上帝爱咱有丰盛的生命，因为这款丰盛的生命是上帝所意爱、所祝福的、所要应允的。所以当人知影讲我走投无路的时阵，我拜透透拜了拢无平安的时阵，你来甲找上帝，伊的心就要得到真大的帮助。所以人就开始有迄个意愿想要来学习安尼。当咱要安怎祈祷，咱会简单来分享讲，当你若要甲上帝祈祷，就是解说讲，甚至拍一通电话安尼。啊，会记哩牧师会当有存一张小小的即个祈祷的批注的单啦，吼，啊，互咱遮的啊，若要初学祈祷的安尼讲，好似就你得敲一通电话，啊，是要靠上帝安尼。啊，所以第一你爱二电话号码，所以二电话号码祈祷什么意思？讲亲爱的天父上帝，就是咧迄个电话号码，吼。第二拍通了后。咱拍一个招呼，一个请安，啊，讲感谢你欢喜听我的祈祷，我是你的囝儿，就是个爱写做的意思。第三，则讲起咱家己要祈祷的内容，就亲像你咧甲一个朋友拍电话拍通，寒暄了后，甲伊讲今仔日我要对你讲的代志。也是讲要招要佚佗啦，要招要见面啦，吼，这个内容。啊，咱对上帝讲当然是讲你的欠缺、你的需要，啊，你心内烦恼甲快乐，以及你心内最的犹豫。啊，祈祷了后，第四项就是，毋是你家己有迄个困难，是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祷。啊，最后就是咱基督徒拢熟悉的阿门安尼。啊，所以一般咱像咱顶礼拜有讲起五字枕头啊的福音吼，其实嘛会当五字枕头啊的祈祷法。第一拍电话号码，第二爱写字请安，第三讲代志，第四啊这个奉耶稣的名，第五阿门安尼。安尼咱会当互一个初入信仰也是无导游会知影讲哦，原来祈祷都无遐困难啦，就像我敲通电话要甲我的朋友交陪共款嘛。啊，所以。咱分享讲，咱一般基督徒安怎祈祷？祈祷就是直接甲上帝讲话。第二，祈祷无啥物秘诀，就是你诚心诚意，对你心底真实的话，甲主讲。你有欢喜感谢的事无？还是心内看虑烦恼的事无？还是你惊吓？还是你在看虑你家己的亲人、囝儿时岁？还是你另外一半？啊，而且这个祈祷爱有信心，对咱祈祷的主有信心。啊，这个是一个。幸福连线的一个内容啦，安尼实在是足简单，对无？因为幸福的连线就是甲主通电话的意思。但是咱当咧分享这个会甲主通往，是因为这个前提是上帝听你啦，伊要主动要亲近你，所以咱会当
用咱一般所咧讲的话讲，上帝会来甲你弄门就对，上帝来敲门啦吼。啊，所以咱开始改点讲，哦安尼哦，你要甲上帝祈祷，啊，这个上帝是甚物？上帝是一个甚物款的主？啊，所以咱简单甲说明这三项。第一，伊毋是人的手所做的偶像通变的，毋是财神不落伫遐。咱知影听起这句话讲，泥菩萨过江吼，自身难保。啊，有时庙司吼，哇，有时顶礼拜改成伫高雄一间真大间的庙吼，火烧啦。哦，大家烧济要抢，甲迄个神像我请出来外口，啊，惊去互烧着安尼。事实迄个神像就是人所刻的，人所做的。咱顶礼拜有讲起，迄个神像的背后就是一个黑暗的势力所控制。人照着祭拜，无论是这刻的佛啊神像，还是拜这山川五岳，还是拜大樟树，还是拜这有影宫。这拢是一个大自然的物啦，定是因为后壁迄个掌握人的心灵的撒旦魔鬼咧控制伊，通过伊来行一寡邪术，互人感觉讲会戆眼、会惊畏，啊，所以就被顺服，互伊束缚起来。啊，所以咱的主、咱的上帝意思，毋是人去甲拜，伊才要插你啦，是伊主动听咱，吼，所以伊毋是人的手所做的偶像。第二。上要紧的是，伊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甲管理者、掌管者。无任何世间，无任何的物，无任何的规律赢过咱的主、咱的上帝。而且伊是万物结局的中心者，意思讲，所有一切世界宇宙的运转，拢伫上帝管辖的下面。啊，这是咱一般台湾人，还是讲台湾的文化中间对这个上帝的掌权的规律较唔知，较唔知，因为咱台湾的这个信仰哈，拢较属于一个局部的啦，吼，一个有限的，比如讲想要姻缘的，啊，就去拜什么神，吼，啊，想要求财富的，就拜什么神，啊，要求生囝的，吼，就拜什么神。一个局限的，一个对人的人生的需要所投射出来的生命，但是咱的上帝是一个统管全部的，互伊知影讲，咱是伊所创造的。啊，所以当咱介绍上帝是甚物人的时阵，搁一项就是伊听咱世间人。原来我是上帝所听，我毋知，咱点互知影？上帝主动寻求拯救罪人，因为上帝伫早前。道成肉体，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真侪人的模样，将福音、真理、天国的假事来分享互这学生，分享这门徒，分享互这百姓知影。第二，伊亲自伫十字架顶来成全伊所传扬的福音，这是世间所有的生命无人安尼做的啦。欢喜为着人类来牺牲，搁较重要的。是因为伊赢过这个罪的审判，赢过死的关系，咱的主耶稣替咱把罪务取消，咱所有迄个罪的罪，耶稣亲自甲咱承担。咱顶礼拜咱有讲起着讲。啊！上帝权力遐大，权能遐尼大，啊，就讲好，你无罪，啊，写你无罪，安就好啊。但是安尼就无下公义啊，因为罪爱付出代价啊。啊，所以就是讲一个法官，啊，伊可怜这个人，啊，你做唔对，哦，啊，你无罪，啊，你煞变做别人的抗议讲，啊，伊无罪，啊，我法官我嘛要无罪，煞变做无公理、无公义去。所以这个法官讲好。我找着迄个有力的人士，也是讲伊有亏力的人，知影即个人无细致去犯着罪，啊，为着家庭的关系，煞欠人一笔钱，所以伊就是找即款有亏力的人，帮伊介绍这个债务就对了。咱的主耶稣用这样的方式，伊伫十字架顶成全这个救恩，是为着伊家己用死做代价来。赎回所有世间人的罪甲性命，这也是小等的咱
要举行圣餐，迄个上重要，迄个真理啊，甲生命。啊，然后咱分享互遮个慕道友讲，即个无有啥物特权，无有啥物款身份地位，只要你若信，就要得到。啊，这是第5个阶段，吼，第5个阶段的即个过程。那若是安尼，咱的主若信，伊就得救。啊，你要安怎来做咧？安怎做才会使？开始引导遮个慕道友慢慢去了解，讲哦，要做是真简单啦，只要你的心接受耶稣。你有要接受耶稣无？这是咱真多遮个无道友朋友讲，你有要决志无？你欢喜接受主无？这个意思伫遮。接受主毋是讲一个讲意识上讲啊，着耶稣袂歹，我要甲接受，是因为你欢喜接受伊为着你所属的生命，伊为着你流出宝血，定十字架，为着你牺牲所带来拯救。啊，所以你若开你的心，转你的念。接受主耶稣，你就成做上帝的儿女。搁煞接，当你做上帝的儿女，你爱搁进一步，将这个宝贵的福音来传予别人，所以叫做成做荣耀上帝、荣耀的同工就对了。咱受邀请进入教会，咱受邀请成做基督徒，毋是讲我要独享，我要独享迄个祝福，独享这个恩典。因为这个恩典吼，袂人甲你抢去啊！意思讲，好像一块饼、一块鸡卵糕，啊，你食一块去，啊，剩半块，啊，大家相争要抢，毋是啦。这个鸡卵糕吼是永远食袂了，因为这是上帝无限的救恩，你享受到，你搁招人做伙来享受，这是福音的一个真重要的奥妙。啊，你若是真做得救的儿女。真做上帝的儿女，而且你真做荣耀的同工，继续线接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为何咱这期的幸福小组呢？有真侪兄弟是旧年信耶稣，今年就开始做工啊。毋是讲吼，哇，我著等操练到逐项拢装备啊，才会使。是因为你迄个心，你迄个心意，你迄个听主要回馈上帝的祝福的心志，就会使。啊，所以你要成做一个分享祝福的人，因为咱拄有讲幸福嘛。咱原来这幸福这两字，伊的意义是伫遮，吼，较毋是一般咱所讲的粗俗的迄种意思。是真正领是着生命的幸福，啊，你甲这个幸福分互别人安尼。然后咱去线接来解释讲，主耶稣伫十字架顶的胜利是甚物意思？是安怎爱有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胜利，因为咱讲伊为着咱死来行这个祭物嘛，啊，祭物行了是甚物意思？耶稣赢过遮的，所以当主耶稣伫十字架顶胜利，就是成做咱这个信仰的核心，也是咱教会成立徛在的一个基础。若是无上帝，人的一生会如何？这就是咱一般世间人普遍的现状，就是第一，伫黑暗关系的掌控下面，你受伊束缚，你就无法度通去脱离。第二，咱做属灵的征战，因为咱伫明，伊伫暗，邪灵要甲你创治，要甲你带到戆戆西吼，你无法哩，因为你看袂到伊，用引诱，用威胁，用做似是而非的话，互你听袂入心，听袂着真理，然后你行伫一条枉然的道路。所以，迄个属灵的征战，若无靠上帝，一定是失败，因为你袂当超过这个黑暗的关系。人若无上帝，会过着一个落落、背当当、迄个不幸的人生。这是咱会当用真多的生活的例，也是个事例、故事来分享这个无上帝人生会如何。然后咱才讲，若有伫主耶稣十字架顶，伊成就甚物？主耶稣是安怎会当改变、扭转这个人的一生迄个苦难甲不足咧？第一，是因为伊互咱脱离黑暗的关系束缚。所以现在基督徒，伊毋免对人都爱去安尼看日子、看时看日，都爱去算命，都爱去找迄个
生命线，也是讲风水师，来甲咱算日子，是因为咱脱离这个黑暗关系的束缚，咱嘛免搁在伫迄个看路甲烦恼的中间行了，我去卡着什么黑暗的物件，会去卡着什么阴。咱知影讲，咱台湾的电视节目真多的电视台吼，拢咧讲着遮个算命啦、阴阳五行啦，遮侪遐个黑暗的势力在甲你引诱。足侪人拢敲电话入去电视，讲我的生辰八字是啥物？你甲我算一下安尼。遮个拢是一个黑暗势力咧掌管。伊互你一点仔甜，然后后壁你就互伊，亲像迄个喙暗甲伊暗掉，还是迄个牛力素甲你缩掉咧。所以耶稣基督信主的人上大的福气是，你无搁再互即个黑暗的关系甲你束缚。7月，即个几月也无啥物通好惊吓。这是基督徒上大的自由甲透放。然后最后所伊世界顶的成就，是互咱得到国外的能力啦。这个国外是包括咱精神的生命的改变，而且是伫咱受罪苦楚来得到救，会当进入到天国的即款的福音，拢是伫国外的能力内底。佮像是互咱的人生成做一个得胜的人生，有一个得胜的能力。这能力帮助咱面对世间一切的困境甲挑战。兄弟姊妹，要安怎靠实际的能力来得胜呢？第一，咱爱信靠主耶稣，对黑暗的关系，入来到伫上帝国度受保护。耶稣讲有99只羊伫羊条内底，有一只到伫外地，我要找伊倒转来。咱诚侪耶稣基督的学生，诚侪上帝百姓，是咱入来到一个安稳的羊条内底，受到照顾，受到保护。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福气。第二，靠着实际的能力，因为真侪人，遮个无道友，也是遮个社会的人士，因常常去接触遮个偶像去祭拜，遮个邪灵的交结，所以咱来靠实际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甲伊斩断过去的偶像甲邪灵的连结。顶日呢，我有得到咱教会一个艳芳姐妹吼，伊专工讲去到伫中北部，早着一张图，讲要送互我甲谢牧师，因为这是一个原来是做尼姑的一个姊妹，伊得到信仰信主了后，进前身体佫较勇的时阵，捌伫高雄的所在，捌伫遐主持一个伊的见证，甲伊的即个信仰的分享安尼。后来伊佫去别位传录音，因为现在年老，就住伫安养的所在，但是伊足够画图，就送一张图要互阮做纪念。嘛有其他的兄弟又送这个图互伊安尼。伊是原来是一个安尼伫佛教界算讲遐大师下面第二手、第三手的迄款的高阶的迄个，等于是法师就对啦。但是伊得到信仰了，伊就破解这一切的束缚。咱嘛有看见真侪见证，就是伫咱台湾的社会除了这偶像的崇拜会甲你束缚以外，佫一项是迄一贯道的束缚。因为一贯道因的迄个教门是真严苛的，你要入这个教门，就爱咒抓，爱有真大的迄个刑罚，你若脱离，所以真侪人敢若听到这就惊到啊。有的人伊对教会可能有兴趣，但是伊讲我毋敢说咧，因为我惊这个咒诅会来。但是请会记得，世间任何的关系，更何况这是人所发明的一种理论，你因为咒诅你就惊到啊。但是不管如何，你心内还阁有惊吓。咱讲靠耶稣基督的权能，耶稣基督保护的关系，就会斩断这个偶像甲咒诅的连结。这是基督徒上大一个信靠，毋是讲你有偌大的亏难，是咱有耶稣基督保护来保护。然后你斩断这一切的束缚了后，就是你领受着圣神
伫你的生命生活中来得胜。咱每一个受洗礼的兄弟，咱特别是对幸福小组受洗礼的兄弟呢，因拢会先进入到一个叫做全人精神营。这全人精神营吼，毋只敢若是一个安尼讲帮助你来得到一个放松，得到一个信仰的人物以外，重要是要帮助你讲，你过去甲这个邪灵偶像，也是这邪术、这社会民间的所谓这欠算有接触到的，咱做一遍奉主的名来斩断伊，来清除伊，互伊无搁再受到过去的惊吓，也是困难所束缚。这是咱全人精神营的重要性。所以呢，有圣神的帮助，你就无搁再互过去的势力甲你束缚，因为圣神已经伫你的身躯边，伫你的心内保护你。第七项是生命就要得到透放，甲真正的自由。咱会当分享讲，现代人拢有甚物款，甚物款的捆绑咧？大概是遮啦，遮的情形咱真详细，咱会当家己讲真多。但是你只要这三点：第一，咱有生活压力的捆绑，咱有工作的捆绑，咱有家庭囝儿事岁请用的捆绑，咱有侪人际关系交陪的捆绑，咱有真侪迄个工课做袂了的压力甲束缚，这拢是人生所拄会到的。第二，进一步是人有精神甲身体疾病的捆绑，人有烦恼、忧闷、看路，有迄个忧郁的镜头，有迄个安尼敏感、困袂去，这侪的精神、身体的疾病是现代人所拄到真大的挑战。搁较免讲第三项是人会拄到这个邪灵的搅扰，有去吸到伊，常常都唔帮你煞，还叫你为着伊做甚物。这拢是现代人所面对到的捆绑。若是安尼，会引起甚物结果？迄个捆绑是一个困扰了，会形成生命的这个危害，就是伫这三项。大概有的人会透过亲像药物，也是歹习惯，成做一个上瘾就对啦去学为着咱看见现代真侪人，因为着要经营，为着要完成伊家己的报告也好，伊家己的事业的工作所以想讲无爱困开车会拄久所以就食药所以全台湾煞全世界，台湾煞变做一个这个毒品传销的中心呢。迄毋知讲台湾人竟然厉害到这个程度。咱进前无偌久，伫迄个屏东伫台东有发现遐个。包括警官、警察来暗号互因对迄个芬兰伫迄个金三角遐所有的毒品透过船再来到台湾准备要传去外围，用货柜用甚物办法掠落到地，哇！迄是几十亿的迄款数字，咱看讲哇！是台湾真侪少年囡仔已经互药物所捆绑。伫国中的学生都有这款的现象发生，而且这款去染到毒瘾的人，伊阁受逼讲，你都爱去找几个，像咧传销共款，你去找几个用毒品好食，然后甲伊控制。这社会这款的黑暗，毋是咱一个单纯的人感觉会到的，这是咱现在社会一个现象。因为你受束缚，就成做罪的萝卜。你无法度脱离，因为靠人的办法是无法度。这款的结果会造成咱人的生活无意义。我亲像讲安尼，有魂无体啦，生活无意义，感觉讲过日子无甚物款的快乐安尼。所以，当人若知影有这款的困扰、甲束缚、甲限制的时阵，咱就是鼓励伊讲，你若得到福音，就让得到自由甲透放。第一，信受洗，你欢喜受洗，你就要得到透放。第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斩断遐邪灵的束缚甲罪恶的捆绑，你要得到医治，你要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享受真正的自由。这拢是咱一段一段来讲起这个福音，互伊会当理解，嘛愿意接受的。兄弟姊妹，
最后，咱对无队友来宣扬的时阵，甲伊讲，我就是伫富强教会得到的，我就是富强教会学习到即个生命得到透放甲自由的真理的。你有欢喜甲我做伙来无？所以咱会当我知影讲有诶，咱的幸福小组的组长伊咧介绍咱的富强教会，介绍啊非常的精彩。咱的教会一个活动的图片啊，介绍甲感觉讲好像一个真水的一个地上的乐园共款安尼。当什么是教会？咱爱互伊了解。第一，教会是上帝伫地面上的代表。教会是上帝儿女归属的所在。第三，教会是咧见证上帝荣耀甲丰盛的所在。所以咱是安那会定鼓励会友来做见证，因为见证就是你实际生活中所拄到的，毋是用理论甲知识咧甲你传播。所以这些拢是真做咱真好来介绍互咱的朋友，因为只有伫教会，才会让一个管道通认捌上帝。只有教会在传播主的真理甲活命，只有教会是在宣扬主耶稣基督福音，互一群基督徒同款的信仰去领受这款的祝福的。所以咱会当分享讲是安那，都爱归属伫教会。我就信耶稣，我读圣经就好啊。咱会互伊知影讲是安那要归属伫教会。第一，你通伫教会内底受造就、受栽培、门徒训练，成做互上帝所重用的人。伊主要用你，你得到这个救恩，你得到这个祝福，你爱会晓通继续来传播出去。第二，你要成做到处受欢迎的人，因咱基督徒爱调整你的脾气，调整你的品格，调整你的性格，调整你家己甲人的关系。咱用圣经的话来提醒家己，来雕塑家己，然后互你会活出丰盛的生命。基督徒，所以会比一般的人，咱感觉较喜乐，是因为你毋是比人较侪啦，是你心境中有耶稣基督，你就真丰盛。所以咱定听见一句话讲人的快乐毋是你需要做啦，是因为你欠缺少。一句话定定，人的快乐毋是恁兜有偌侪财宝，是因为你根本就是满足知足，你家己感觉有够野，你就是上好野的人。人会通过这个信仰来得到生命的雕塑，所以要活出基督徒迄个丰盛的生活。我伫这2日有听见咱的兄弟同工也咧讲起着伊伫咱富强教会一款伊的经验啦。有同工伊咧讲起讲，真奇妙咧！我感觉讲来到富强教会所看到的会友大家拢有笑容啊，毋知你有同意无？无看到一个忧头革面的，因为大家人虽然早昏还烦恼，毋看到主，领受到主的祝福，我心就平安。将看路重担会晓放落，这是上大的祝福呢。毋是无看路，是你放下落，才是祝福啦。这拢是基督徒伫教会内底要享受的。咱真侪兄弟拢咧分享讲。我伫富强教会上大一个印象，甲一个好的一个第一印象就是讲，咱的兄弟真亲切，会相好。有的兄弟讲，我都有无共教会咧出入啊，毋过感觉伫富强教会有人对遐青疏人、遐新朋友，有人注意你，有人甲你请安，有人关心你，有人陪你讲话。因为人要踏入去一个团体第一，若受欢迎，伊的心就感觉真在稳啦。若无会感觉讲，好像我甲你无共国的。咱的富强教会有这款的文化，就是要互咱伫归属教会，互人感受到伫教会内底的温暖。第二，咱要安怎伫教会得到这款恩典呢？就是信、受洗、为信成做上帝家来的人。第二，伫教会内面学习生命的成长，所以咱要请兄弟来参加门徒训练、参加敬神营、参加特会、参加迄个温书的操练，拢是为着要成做上帝所采用的人。咱的生命会较丰盛，咱会面对着社会
种种的条件，咱的心有确信，无摇抓，无惊吓，然后咱就是要享受这个属天价值的幸福的人生。兄弟姊妹，唔知你听牧师安尼简单说明，咱是要学习讲，唔是只干那幸福小组会同工会晓安尼讲。你甲这个架构，这八个阶段，该用入去伫你的生活的中间，伫你的思想的中间，伫你的知识的内面，然后你对任何一个人，拢会当从这八个阶段。当然，有时唔免讲啊遮幼啦吼。对人要追求幸福开始，到最后入来伫教会享受着救恩，互侪人，因为你的福音的讲述，真做基督徒。我咧讲起着顶礼拜我咧讲起着咱有真多迄个传福音的模式，拢一直咧进展，一直咧进展。早前有迄个福音桥有4律哈，嘛有咱迄个三福的讲述，拢有真多好的办法引带人信主。但是咱即摆是用着一个团队的方式。营造一个轻松、无压力，也无清楚的气氛，互人安静来明白信仰。这是现在咱教会幸福小组咧做的事。我期待讲牧师安尼不厌其烦伫教会、伫讲道中间来分享这个，毋是干那讲为着要讲一项代志，是因为这个是上帝互咱的使命，咱要为主来传福音。要用尽各种的智慧甲办法，带人入归主。咱大声要来祈祷，然后来做伙来享受上帝的恩典的记号。主，我哋上帝感谢你，感谢你，互阮通学习到安怎用讲述福音来互无道友认捌主的经历。主啊，阮虽然口才无好，我的知识无悬，总是。当阮心内亲自体会到上帝救恩的时，我就知影，这个讲述是对心底阮的生命所显露出来。我要报人一个幸福的源头，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帮助阮，特别伫遮的幸福小组，用8礼拜的时间，对遮的无道友，用各种的智慧方式要引带因。阮确信主你要赏赐因开力，因为这个。互人认捌主，毋是人的开力，是圣神的工作。主，我要做伙领受这个属灵的恩赐，愿你帮助阮用感恩的心做伙来领受。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